世竞赛，这嘛是有史以来上好的成绩。来看桃园市春日路一间不织布的工厂，透早5点火灾，烟是非常的大，天顶拢是乌烟。消防局伫8点半甲火拍花，甲再无人着伤，导火原因爱个调查。乌烟一直为工厂冲出来，看起来真惊人。火灾就发生伫10月透早5点，规工厂真紧就拢是火。工厂警卫第一时间广播疏散。经消接到报案了后，出动消防人员173台，消防车有145台来拍火。火势伫8点半左右得到控制，好在无人员受伤受困。味道啊，做错啊！出来就看到火这么大了吗？还没有，一点点。有吓到。因为它是这个燃烧不足火，可以造成相当大的浓烟。那目前这个火势已经我们控制了，不会延烧。那没有人员受困。导火是桃园春日路一间不织布制造工厂2楼、3楼导火烧起来，导火原因要搁等后续的调查。春日路因为火警封路，警方提醒用路人驶路，毋过都是上班的时间，经过路大塞车，也未少人闻到空气当中的臭味。有啊，有臭味啊！它这个烧起来当然很不好啊！你看整个都是黑烟那么大。该工厂因火灾产生明显粒状污染物及异味，造成空气污染。后续环保局将依火调报告的结果，若有违反，将依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第32条，可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罚款。对桃园区春日路工厂火警，环保局表示，目前监测空气品质无明显危害，提醒下风厝的桃园区、罗德区14里的民众避开或者是关门窗，敏感族群要注意防护。另外，等火调结果出来，若违反空污法管理不当部分，会依法告发来处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